素芬，这水的，会使熟悉到你，家己会使伫一个青春的所在，过到遮幸福。我希望吼，找我甲你传个鸡汤，吼，啊你啉看，补充一寡营养。我家己来就好啊。老师，咖喱 ON。其实阮先生是政治犯，其实嘛，一定是咧这个世界某一个所在。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呀，是要照着这份叮咛。是我，起来，只海叫无定路。你着互海家你个替讲话。想无互我陪伫你的身躯边，安尼就好。